testing payroll formulas， 測試工資單公式嘅理論。測試準備工資單公式，數據庫項嘅數量同訪問權限與性能直接相關。影響性能嘅因素包括調用嘅函數嘅生效日期經常超出最新餘額嘅範圍。你可能希望徵求有關替代解決方案嘅建議，例如用戶定義嘅餘額元素同跳過規則組合或之定義函數。其他事例作為參考原則，非具體建議，以供考慮。當最終用戶要維護表示 gettable、value 等函數非常有效，並且其值可能會定期更改。但係如果公式同埋表值可能經常更改，則對值進行硬編碼可能更有效。一組員工可能經常有加工要求高嘅非凡配方同元素，你可以將此類員工集合並到單獨嘅工資單運行中，可能會更改並發經理嘅處理值。測試工資單公式，此處引用嘅 benefit 表喺北美基本福利設置中可用，並且僅限於北美基本福利設置。調試工資單公式應用程序可能會將一個打錯嘅數據庫編譯為局部變量，公式驗證之後可能冇錯誤。